記得喺好細個嘅時候，有一次參觀八鄉消防訓練學校，就係咁，消防同救護、救火救人嘅英勇形象，深深咁印咗喺我哋嘅心入邊。隨住香港嘅急速發展，社會對消防及救護服務嘅需求亦同時大增。位於將軍澳百勝角嘅消防及救護學院，係香港消防處為處理呢方面嘅需求而籌劃興建。消防及救護學院佔地158000平方米，當中包括約53000米嘅斜坡。學院嘅6棟主體大樓，建築樓面面積約7萬平方米，分別用作行政、教學、體能訓練、駕駛訓練、宿舍及公眾教育。我哋一齊投考消防，一步一步向理想邁進。我知道呢一個設施係一個接近1比1飛機模型嚟嘅，俾佢了解到咧飛機特性，同埋係睇得到個環境，親身感覺，肯定對嗰個救援上面咧嗰個效率係可以提高。如果我哋有一套咁先進嘅設施咧，我哋亦都可以日後咧自己所有嘅工作人員咧得到同一樣先進嘅訓練，又可能我哋日後成為一個訓練嘅基地，亞洲其他國家會派人嚟我哋度學習都唔奇㗎。呢度咧就係模擬一個現時我哋地鐵站身處喺個路軌嘅中間。咁呢啲咁嘅設施咧，就喺以前嚟講咧，就覺得係不可思議啦。現時職安健嘅要求咧，就話我哋要提供一個安全嘅訓練環境俾我哋啲學員嘅。呢啲咁嘅設施咧，就係同現時我哋比較咧，係即係進步咗好大，令到消防員比較喺短嘅時間裏邊咧，掌握到有關嘅技術，咁可以大大咁提升咗我哋嘅訓練嘅效率嘅。即係一個感受就係，我而家有一個咁好嘅消防學院，其實係咪最好咧？唔係嘅，其實可以有更好嘅。喺將來我哋啲同事喺呢間學院工作，都要不斷喺點樣去將我哋嘅消防嘅訓練嘅設施不斷係要去更新，去完美，咁先係正式嘅做法。我當呢個係我家，所以即係我同人哋講個船隊嘅生活咧，仲多過我同我屋企人嘅生活。入船艙救火咧，就係消防員入嘅地方咧，行行都係困難嘅，黑掹掹嘅，睇唔到嘢㗎，靠摸嘅。如果摸咧，就跟門邊走，環山掂開，先至可以開到嗰個水密門嘅門掣。一個模擬嘅船艙咧，就能夠令到啲新學員咧了解救船火咧就冇窗冇門，原路去原路返。咁以呢個咧能夠做到俾佢咧，當然能夠提升佢喺呢方面嘅技能。油庫一有事咧係不得了嘅，好難救啊！而且咧生命好危險啊！咁所以一定係快，同埋咧就好短時間咧要救熄佢啊！所以一定要好熟練，一啲嘅錯處都唔可以有嘅。新學校裝置咧有一個油庫喺度，呢個非常好嘅，因為呢個實際呢個現場係咁樣嘅。咁啊，每一個我哋一個同事都好啦，能夠喺當真正係身歷其境咁樣，咁你能夠知道真係自己嗰個危險程度幾高，同埋咧你其實應該係點做，係呢個非常好嘅設施嚟嘅。駕車咧就好似對女朋友咁啦，又要溫柔啦、體貼啦、呵護佢啦。心境咧就會自然就開放些少噶啦。
快得嚟咧又要安全，安全得嚟咧又要快。嗱，如果新學校起好咧，入邊咧有紅綠燈啊，或者係斑馬線啊、斜路啊嗰啲操練嘅時間就多咗，顧前睇後咧冇咁分散佢個駕駛注意力㗎。一定唔變咧，就係個心態。我哋嘅對象係一個傷者，係一個病人。去到我哋救護車度，我哋又要照顧佢啦。所以喺架車裏邊點樣照顧個傷者咧，係非常之重要嘅一環嚟嘅。如果我哋模擬一個救護車廂裏邊，出邊啲人睇到佢點樣做嘅話，亦都可以知道呢個救護員處理嘅傷者，佢用啲手法啦、技術啦、藥物啦、裝備係啱與唔啱啊，有咩改善嘅地方嘅話咧，呢個係相當之理想嘅。我哋新學校裏邊咧有個模擬嘅消毒室，等啲同事咧喺呢一方面咧，亦都清清楚楚係點樣做足晒成套嘅消毒程序。咁到真真正正去做嘅時候咧，就唔會話做漏啦，唔會話做錯啦。我好希望除咗啲救護學員學到佢哋應該學嘅知識同埋技巧之外咧，仲有一個好正確嘅工作態度啦。無論你係接觸病人、病人嘅家屬，同埋喺處理病人嘅過程當中咧，你係一定可以順利完成。濃煙咧喺火場咧一個好重要嘅元素。有陣時咧，我哋需要救火先，然後先救人。我哋引入咗叫策略性通風嘅學術，令到消防員咧救火救人當中咧更加有效同埋安全。我哋由本來3隻櫃，而家變咗6隻櫃。有一個咧 CIBT 最基本嘅訓練，發展到今時今日咧多元化嘅 CIBT 嘅訓練啦。咁我相信新學校咧會更加有唔同嘅設施啦，咁令到 CIBT 更上一層樓啦。新學校嗰個 user ground 咧，佢有好多唔同嘅坍塌嘅情景嘅。咁入邊咧嗰個場景咧，我哋係可以隨住個需要咧係而去咧擺設嘅，令到嗰個屬員咧因應唔同嘅環境咧去作出唔同嘅部署。新接受呢個坍塌搜救嘅同事，資源無論點樣多都好，最緊要嘅都係軟件，就係你哋啦。我哋希望你能夠咧接受訓練嘅時候，努力咁去學習，喺完成訓練之後，盡心盡力咁樣去服務香港嘅市民。其實媒體好多時都用飛將軍嚟形容我哋啦，其實我哋係唔飛嘅，我哋係1 cm 都唔飛嘅。而家香港嘅基建咧，亦都越嚟越多啦，例如港珠澳橋啦、三跑啦等等，拯救難度咧，亦都越嚟越提高。喺成個部門裏邊咧，我哋都要與時並進，去不斷咁樣去更新我哋嘅救援技術啦、救援嘅設備啦，令到符合到所有市民嘅期望啦，亦都能夠令到我哋好快咁樣去拯救到個生命啦。頭嗰2個月個個都好憎我嘅，一啲細微錯我都唔得嘅，翻做，因為佢第日出咗去，嗰條命喺佢手嚟噶嘛，你唔係淨係救人啊，你仲要顧自己安全噶。教班咁嚟計啦，當我哋收到一班有志於救人於水火嘅青年入學校，當佢出班嘅時候咧，我哋真係好有滿足感。技術咧就慢慢學啫，做人咧就入學校嗰陣咧就要學噶啦，以人為本。點解以人為本咧？你救死扶傷我哋自己噶嘛，但你去唔去做咧？係你自己個心態嚟嘅喎，你去做就做到，你唔去做就做唔到。消防訓練學校重建計劃嘅策劃工作於2007年展開，相關嘅建築工程自2012年開始，歷時38個月，於2015年底完成。今日我哋終於出班啦！我哋仍然會繼續學習。
更加努力接受專業嘅訓練。小朋友，你喺度砌緊乜嘢啊？老師，我哋砌緊一間最好嘅聖地，俾救所有人嘅精英。呢個充滿活力、觸動人心嘅校園設計，提供一個令人振奮嘅環境。培養新一代有志於消防及救護服務嘅人，佢哋會喺呢度度過難忘嘅26個星期，接受專業訓練嘅挑戰。目標係結業成為獻身服務社會嘅英勇消防及救護精英。八鄉消防訓練學校自1968年成立，共培訓9400位消防員及1400位消防隊長。佢嘅光榮使命將會由新嘅消防及救護學院繼續承傳，而我哋希望能藉住呢一個新嘅設計、完善嘅設備，將消防及救護學院打造成21世紀消防及救護訓練嘅世界級典範。